咱台湾捌因为这渔船的工作环境伤过歹，去互国际批评。为着要改善问题，高雄有渔业公司是打造新的船啊，设备拢有依照国际组织的公约来设计。这只新船早起时已经对基地出发去远洋拍鱼啊。 船身挂真侪对这台新船祝福的布条，为了要保障外籍渔工伫远洋渔船顶头的人权甲生活品质，高雄有渔业公司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渔労工作公约，组织来远洋渔船离港启航。好一点，这边就像大家工作都最好的。 甲班长伫高级干部2人房整理行李，新渔船黄基满载707，一人载40个人，一般船员是4个人一间房，有28个床位，照规定房间宽度爱超过190公分，面床的长宽至少爱190到70公分，嘛要有桌啊甲橱啊。 以前的厕所都是开放式的，就是跟乡下的茅坑一样，一个的，然后大家上厕所都会互相看得到。那现在注意个人隐私，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有门关起来。已经变数有计经，保障温湿。餐厅的空间也变较宽，就连医务室大门也变较宽，互大家出入较方便。内面还有互病人单独隔离的空间。 旧的渔船的部分，就是可能在软体的部分，或者是在一些比较软性，可以小规模的来做简易维修，或者是加强的部分来做改善。台湾进前就捌因为渔船的工作环境正恶劣，和国际批评。为了要保障渔工的权益，渔业署讲，新的渔船若无符合公约的寄渔村规定，就违法渔业执照。旧的渔船虽然无需要照公约，不过也是鼓励做软装的改造。若是有限渔工，也显示台湾对人权议题的注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